迄暗，李健师傅专工请我去369食堂食饭。阿兰是陪宾，食堂就是即阵讲的餐厅，369是看板名。迄阵有电话要真少，地方电话拢才3尾尔，意思是二林局的369番。人若敲电话要叫菜，免阁插电话番。遮爱阁解说一下，戏院是下晡1点一场，3点第2场，头场无变数，互看有字幕的人客家己观赏。第2场甲暗时7点、9点的拢有变数，下晡的5点到6点半算休困时间。阮遮会有闲通去食堂食暗，迄是我头摆去餐厅食饭。阁有妖娇的阿兰小姐甲我硬菜，袂输有看到我的变数前途是遐尼光明。我的功课是伫机房见习，听师傅甲一支外国片，用台语讲出伊咧做啥。电戏内底人物讲的话，嘛爱用台语和演员的口气讲出来。激查某声、老人声、甲囡仔声，外国人的名奇奇怪怪，佮落落长，嘛改做台湾式的，亲像阿雄啊、阿辉啊即款的。阮师傅上接用的查某囡仔名，就是阿兰。我咧想讲，伊敢是甲阿兰咧恋爱？暗时，我带师傅因兜，伊有带某。师傅娘真水，嘛对我真好。有人讲学师啊，爱甲头家娘洗内裤，阮师傅娘颠倒咧替我洗衫裤。师傅嘛甲因某感情真好，哪会搁咧甲阿兰行？我愈想愈会，大人的世界遐尼复杂，我先想都想袂晓。我头摆摕麦克讲话，是伫一支叫做《桃太郎》的日本片，主角是囡仔。师傅前一天叫我甲伊的台词记录好，第2天第2场，囡仔讲话就互我做替声演员。毋知安怎，我袂真紧张，大概天生打头就真在。师傅讲我学变数，想拍算人才，应该做演员较有利顺。头摆我讲了，阿兰专工买一罐南门的汽水请我，表示庆祝。桃太郎了后，我无机会阁做主角的变数。毋过有一项是我专门某的工课，定定有人来戏园要找人。即马是用拍字幕的，迄阵全毋捌字的。就爱变数用讲的，亲像某某人外找，有时啊较要紧的，亲像阿国啊，恁某生啊，紧转去做老爸，也是开百货店的阿生，恁遐有人客要买物件，恁某毋知介绍，红牛果因一个偌济，即款的拢我咧讲，即款服务。有咧甲人收钱，讲一届1箍，免交互戏院头家。师傅就甲迄互我做所费，差不多一天拢有2-3箍银，真好康。
早起时无啥代志，师傅定定会爱去钓鱼，留我踮厝里写学校规定的作业。伊讲册若读无好，袂使做辩士。有一日买到，师傅娘买菜转来，雄雄问我阿兰的代志，佮问我感觉伊做人啥款，我起烦恼。虽望我毋是真了解大人的代志，毋过加减嘛知影，有些代志袂使凊彩讲，就点点。师傅娘也无勉强我讲，入去灶骹炒菜。我心内感觉对伊真歹势，这也是无法度的代志。师傅拢差不多2点半过，才会来戏园。我就先来甲阿兰斗骹手，阮两个配合愈来愈熟手。伊若咧无用别项工课，我就自动替伊顾口。有时啊，头家来问讲阿兰去佗，我会找一个理由暗藏。迄天毋知安怎，我顾规步，阿兰煞拢无看见人影，一直到第2场要开始啊，才看到伊目眶红红撞来。师傅嘛无意无意，对伊骹床后。落送行来，我甲利落的票根交予阿兰，就对师傅入去机房。电影开始放新闻片甲见本片的时，师傅讲伊人无啥爽快，叫我替伊讲。迄支片我无识，师傅讲不要紧，反正是笑话片，照我的感觉讲就好。我犹是毋敢，拄好头家入来，师傅就家己讲，甲笑话片讲甲真无精神。我看到头家面色臭臭，迄暗，我转去师傅因兜，看伊甲师傅娘冤家。当时也是师傅娘去投戏园的头家，讲阿兰袂见效，甲阮师傅有暧昧关系。头家才会专工叫因两个去问。师傅讲，伊根本甲阿兰也无安怎，是师傅娘搞妖疑，害阿兰擘着歹名声。以后伫过年要怎样做人？师傅娘简单哭。无应甲一句话，翻转工就转去外家啊。共迄天，阿兰嘛无来戏园顾口，头家讲伊死头路啊，互我5块，叫我先代班，明仔载才去找一个顾口的。我趁这5块银，并无介欢喜，头壳内规下晡拢咧烦恼阿兰小姐。过一礼拜，师傅去带因某转来，讲换要去南部的一间戏园上班，无法度带我去，叫我转去好好读册。辩士这款行业，紧早晚会无时行。亲像我遮巧的囡仔，将来一定有出头。了后，我捌过去迄间戏园看电影，顾口的换一个小姐毋捌我，买票的也会记得我，讲免买票，叫顾口的互我入去。辩士讲话老人声，我听到真袂惯势。电影看一半，煞插讲有人要找我，当时也是阿兰，伊讲有捌我的。看到我入戏园，报伊知的，
伊真思念我。阿兰请我去苹果室食冰，讲伊咧做车长，甲一个司机订婚啊，搁3个月就要嫁。我一直想要问伊，敢真正有甲阮迄个李建师傅恋爱过？想想咧，煞无想要问。总是亲像车长甲司机、护士甲医生安尼，顾口会甲便士恋爱，嘛是世上的。去年有一摆，阮阿爸听我电台节目了后，甲我讲：“你敢会记你迄个吴祥杰啊？伊较早嘛伫电台咧讲过呢。”